自由人，一隊大家熟悉嘅大馬搖滾樂隊，1997年參加過 Guinness Catalog 全國比賽，並獲得亞軍。1999年首次參與亞洲超級搖滾演唱會，與台灣嘅動力火車、亂彈、中國嘅黑豹以及香港嘅 Zen 樂隊同台演出。2001年發表首張 EP 與大碟。2002年，自由人參與大馬2年1度嘅漁協獎，亦入圍大馬最受歡迎組合。同一年，亦參與1年1度嘅紅人獎，並與台灣歌手彭家維擔任表演嘉賓。2003年，自由人發表第2張創作大碟《知名》，同年亦參與 Beyond 大馬演唱會嘅造勢活動，以及擔任 Beyond 大馬見面會嘅演出嘉賓。2005年，自由人發表第3張大碟《愛上自由人》，並在 KL 嘅 Rocaro Cafe 舉辦小型演唱會。2007年7月，自由人好榮幸受到 Beyond 嘅鼓手葉世榮邀請，飛往香港代表大馬參與2007年黑必超級音樂會。與各國音樂人同台演出，與其他樂隊一樣，自由人曾面對過無數次嘅換隊員嘅經歷，但係佢哋從未因此放棄過，亦繼續堅持信念。喺呢7年內，亦不斷到處表演次數至今達至數千次。入組 band 嘅第12年，期間經歷過甜酸苦辣，但自由人深信在音樂路上會有光明嘅一日，將搖滾音樂發揚光大，請大家拭目以待。